英國皇家音樂學院2025至2026鋼琴第5級組別 A8。作品係由一位丹麥作曲家 Gild 所寫，生動活潑嘅福爾拍子配上 A 小調。第一個大段落係喺第1小節去到第8小節，首2個小節分別以8度音嘅形式進行，建議同學跟譜上邊嘅指法。去到第3小節嘅一個5/7和弦，右手旋律以一串快速嘅16分音符，伸展到第4小節 A 小調和弦結尾。隨後一個弱起拍嘅 E 音，將第1、2小節嘅旋律以高8度嘅形式進行，然後第7小節引領去到 C 大調嘅跑音結尾。去到第9至16小節，都係一個重複嘅樂句，大小調嘅分解和弦互相交錯，配以強而有力嘅結合和弦作為終結，引領去到17、18小節，重複咗4次嘅一個好短嘅 A 小調和弦音型作為結尾。聽下。經過前面一連串嘅跑音之後，去到18小節，最尾係以 PP 嘅一組16分音符開始，轉入咗第2嘅大段落，以 A 大調嘅形式進行。開頭嘅4個小節，右手旋律較為靜態，同第1版形成咗鮮明嘅對比。聽下。隨後由第22小節後面嘅8分 E 音開始，引領住一連串嘅分解和弦同強而有力嘅結合和弦，去到第26小節終結。而27至到30小節其實即係重複返19去到22嘅小節。聽下。去到31小節 A 小調嘅主題旋律又再次出現，一直去到結尾。而第39同40小節同樣係以8度嘅音型進行，不過係以靜悄悄嘅形式消失。我哋聽下。譜上邊嘅踏板標記亦都加得係清楚分明，我哋只需要跟住做就可以啦，無需要再額外添加其他嘅踏板。我哋試下聽下全曲。